曾經有人問我點樣保持自己精神健康㗎？我會答佢，其實疫情嘅衝擊下，我經歷咗 DSE 嘅失敗，呢一場嘅挫折卻令我提煉出3個治癒心靈嘅精神薄荷糖。第一粒糖果係暖色糖，每當我覺得緊張焦慮嘅時候，我就會俾自己5分鐘嘅空白時間。呢個時間我會進行深呼吸，飲一杯熱水，聽一首歌。呢個短暫嘅放鬆可以令到我頭腦清晰。而第2粒糖係彩虹糖，我手機入面有個相冊叫做 Myself， 儲存住同屋企人同埋朋友度過嘅快樂時光啊。而每當我自我懷疑嘅時候，呢啲照片就係提示緊我，其實好多人都支持緊我，陪伴緊我。而第3粒糖係冷色嘅糖果，生活雖然計劃，但係冇必要安排得咁緊湊，留翻少少時間俾自己放鬆。無論係瞓覺、運動定係發展興趣，看似就好似虛度緊光陰啦，但係實質係為自己充緊電㗎。如果真係遇到困難，可以尋求自己嘅家人同埋朋友幫助，表達自己嘅心聲，無論係發泄定係尋求意見，都係一個非常好嘅方法啊！但係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將呢3粒糖果記在心中，幫助大家保持精神健康啊！